高層次嘅人係從來唔講話嘅，呢啲都係過來人嘅教訓。你聽得入就省好多事。第一種，唔好半場開香檳，半場開香檳絕對係忌諱，好多人中過伏。最好嘅狀態就係所有嘢都偷偷摸摸去做，收收埋埋。你未做成你就對外話你冇做呢件事，悶聲發大財，唔好提前開聲。第二種，事已勿成，言已舌敗，盡量唔好開口。講話唯一嘅目的係你要推動其他人幫你創造價值，你做唔到呢一點，你寧願唔好講。唔好產生漏洞，唔好行下坡路，一個字都唔好講。開口神氣散，易動火攻寒。第三種，交淺言深，後患無窮。有啲人係特別搞笑嘅，譬如第一次同人見面，佢覺得同對面傾得埋，然後就恨唔得將自己所有情況、祖宗三代做咩嘅、做咩生意，全部話晒俾人知，講得清清楚楚。呢個係特別危險嘅信號，永遠唔好咁做。講出嚟之前，你係呢句話嘅主人。一旦講出嚟，一旦反面，真心話有兩個名，一個叫把柄，一個叫小鞭子。做嘢之前唔講話，講完話之後唔回頭。呢三種你做到條路就穩拿。